歡迎返到嚟讀書日誌。今日想同你講一個好私人嘅問題。你上一次使錢使得好開心，而冇一絲罪疚感係幾時呢？好多人以為理財就係點樣去慳，但呢本書《萬尼先生》入面，作者李亞文講咗一個令我哋好震撼嘅觀點。佢話：如果你只係識儲錢，你其實喺度虐待緊現在嘅自己；但如果你只係識揮霍，你又喺度謀殺緊未來嘅自己。喺書入面，主角見到一件好靚嘅阿瑪尼西裝，好想買。萬尼先生叫佢玩一個評分遊戲，你要問自己兩個問題：第一，呢件衫帶俾你幾多快樂？主角話8分。第二，呢兩皮嘢洗咗之後，對你未來嘅財務安全有幾大影響？主角諗起銀行戶口，心入面寒一寒，亦都俾咗8分。萬尼先生笑住話：8減8等於0啊！意思係話，如果你買咗之後，會因為驚冇錢交租而瞓唔着，呢件衫帶俾你嘅快樂，其實一早被焦慮抵消咗。理財嘅核心唔係財富嘅絕對值，而係你點樣喺當下嘅爽度同未來嘅安全感之間揾到個平衡。我哋一生都在追求最大與最小，最大嘅喜悅，最少嘅痛苦。下一次你想報復性消費嗰陣，停一停，做一做呢個減法。如果答案係負數，嗰樣嘢再靚都只係一件令你痛苦嘅垃圾。3個行動指南，執行快樂減法評分。下次購買超過1000蚊或者你月入5% 嘅非必要品時，寫低而家嘅快樂指數由1至10，再減去未來財務焦慮分都係1至10，只購買結果大於3嘅產品。2、定義你嘅半杯水，檢視你嘅儲蓄，問自己呢一筆錢係為咗預防災難，還是創造未來快樂？如果全是為咗預防恐懼，請撥出10% 作為專屬嘅玩樂基金。3、尋找高性價比快樂，揾出生活裏邊邊一啲快樂分好高嘅，但係財務影響極低嘅事物，例如係運動、閱讀、跟好朋友散步，並有意識咁樣增加呢啲行為。金錢只係工具，你先係主人。唔好等老咗先發現自己儲咗一堆數字，但陪咗一世嘅生活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 同 share 呢個頻道俾成日報復性消費嘅朋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